好，第6題呢啲最基本嘅題目，冇特別嘢好做噶啦，即係你睇下識唔識做 differentiation 嘅啫。dx 出咩？跟住有啲 product rule、quotient rule，諸如此類啦。第一 part dy dx， 下邊先二次，所以變咗剩翻 x 加1 keep 下 d 上 dx 出 ex 減翻 keep 上 d 下1/2 x 加1負1/2，跟住抽翻啲 common factor 出嚟 ex， 睇下你抽唔抽埋個2啦，唔抽都得嘅，抽 x 加1負1/2一定係抽最細嗰個，所以前邊呢會剩翻低 x 加1，後邊呢就剩低減1/2，下邊當然就係 x 加1啦。咁另外呢兩楷呢，其實係可以合翻埋嘅。你要將佢跳翻落去邊，所以 ex 入邊就寫 x 減加1/2，下邊呢就 x 加1嘅3/2次方。咁你正常要做到呢步簡化，叫比較靚啲啦。好 B part， 佢要揾 local maximum， 即係 d 完1次等於0啦，即係呢嚿嘢等於0。咁由於下邊呢，下邊唔0，你可以對個對面，因為佢講到明 x 大過負1/2啊，咪大過負1啊，所以冇可能令到分母0咗啊。咁掉個對面就0啦。好啦，另外一樣嘢就係 ex 呢都唔等於0，所以你又可以就咁除個對面，所以 x 呢就等於負1/2。咁當然要畫 table 啦，呢度 table 值1分，咁我順便畫埋喺度啦。x 負1/2 0，呢個係 dy dx， 呢個係 x 啦。x 細過負1/2 ，x 大過負1/2。咁啊，讀一讀機啊！如果大過負1/2，當佢0咁計呢，000正數嚟嘅。如果細過負1/2，即係識負，唔可以識負1。咁就負3/2啊，咁分母就會嗰嚿嘢就會變咗負數，咁所以負去正，佢係一個 minimum point 嚟嘅，咁所以寫埋個 minimum point 啦。咁你要代埋個數字入去啊，所以咩？when x 等於負1/2，個 y 呢就等於翻負1/2，下邊除翻負1/2，即係變0.5啦，1/2嘅1/2次方，呢嚿數字都有啲核突啊，所以照寫啦，冇所謂嘅。睇你做唔做 rationalization 啊？唔做就由佢，因為佢都冇話一定要做嘅。咁呢個就係 minimum point 啦，咁就完㗎啦。